中的时阵是着感，啊，着感。安尼哦，国中哦，这是为什么我来到这个节目？我想要我想要证明家己，啊，搁是伊的时阵，我是经历2摆的手术，哇，啊，搁有真济摆的治疗。治疗啊，即摆已经算讲拢成功啊，是吗？对，顺利嘛10年的时间，啊10年的时间去对抗这个癌症，慢慢会当运动，会使运动，系。诶，一路以来是运动，互我开始会当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哇，我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是因为我有这个勇气来到这个舞台。我可能无法度摕到第1名啦，但是我希望我希望我来到这，会当鼓励是，无自信、无勇气、做想要做的代志的人。真好。哦，就感动哎。哦，咱张哥哦，一天哦，伊是训练2摆哦，伊是训练2摆哦，伊是一个人生的勇者。伊咧毋但骨头捌断过，伊的筋大嘛捌受伤过，啊嘛捌吐练过，所以这痛苦的辛苦的痛苦对伊来讲，其实是伊真习惯啦。